日本知名動漫遊戲 IP Pokemon 喺全球都有極高知名度，當中 Pokemon 卡牌更加係價值連城。近日 Pokemon 官網宣布喺星期六會喺靖國神社舉辦卡牌活動，引起內地網友不滿，活動亦都因此取消。事源係 Pokemon 官網發表咗活動詳情，話會喺靖國神社舉辦兒童卡牌教室親子活動。呢個活動並唔係由 Pokemon 同任天堂直接發起，而係由日本東京千代田區運動員俱樂部等等嘅機構主辦。而靖國神社係供奉甲級戰犯嘅地方，消息瞬間引起軒然大波，大批內地網友要求抵制 Pokemon， 內地 Uniqlo 亦都作出咗行動，落架咗 Pokemon 定製圖案 T 恤。Pokemon 官網其後發文道歉，話冇盡職調查，導致活動被錯誤發布。喺發現之後，已經即時取消活動，亦會加強活動信息核查系統同審批流程，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但呢個道歉並未平息爭議，內地網友話今次唔係 Pokemon 第一次捲入靖國神社風波，喺16年同19年亦都曾經因為類似事件冒犯中國。人民日報發文評論今次事件，話道歉唔係終點，認為 Pokemon 官方要有敬畏歷史嘅心，否則再冇未來可言。更發佈咗一張諷刺 Pokemon 官網嘅圖片。